沉吐嘅访谈，最完整嘅记事，分享俗堂泰汉风云。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四暗晡头8点到9点播出嘅《泰汉风云》。今日中华民国120年8月12日，扣了係新初年嘅前日除夕。今日一個來賓，一個風雲人物，四中鐵教嘅老師李文歡老師。今日泰漢風雲第944次嘅播出。泰漢風雲節目係由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補助播出。今日呢，一特別嘅邀請到那個四中鐵教老師李文歡先生啊，到一個節目現場來。你看呢，李老師已經到一個現場啊，係咪留一個聽眾朋友來先打一下招呼？好，謝謝。各位泰漢風雲嘅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文歡。李文歡老師哈，我留聽眾朋友來先講下哈，先特別介紹一下。李文歡老師今年45歲，佢得過總統教育獎。係講咧，目前佢係啲台南大學嘅鐵教博士班讀書，同時佢係四中協會嘅理事長。佢雖然呢這個牧族重土嘅市長，但係佢克服任何嘅困難，佢擔任呢個鐵教老師，佢行遍全台灣各地方所以我特別老大家嚟講，今日我就講非常使人感動嘅這個故事，我老聽眾朋友呢，我會老文歡老師列出來。首先按樣嚟開門見山，我就請教文歡老師啦，得到總統教育獎，呢個過程係樣嘅。因為總統教育獎係去年2020嘅時節得到嘅總統教育獎啦。時間過得過一年咧。係啊。你最困難得到嘅總統教育獎啦。去年係。去年啦。係我呢下讀緊呢個台南大學嘅博士班啦。係。佢之前那個求學體育嘅興趣班嘅。我本單我係苗栗人啊，就苗栗市南苗人。也就我盛世以前牧主會老一般人去用真上，忽然間一禮拜樣啊，就牧主做快遞就變暗嘅。客家人講嘅，以前一張開始講啊，就3分木。而家全都冇1分木嘅添咧。過就都靠都靠公分等分10年。都鐵班人在學嘅按摩，學數語啦，將佢自家脫離身份咩？佢係好多數語㗎。忙啊！你話個7、8年之間，甚至7年、7、8年以後再去學數語，你話個時間唔樣辦過，你個心情，冇做本來好好，快啲嚟生藥師嚟嚇。佢唔樣辦度過呢關。其實這關實在當難過，因為也就會這個不堪回首對啊，都當然茫茫咩唔知啊，唔知他也向人生一樣嘅歌未來嘅方向完全都唔知。當然就都不假學幾啦，學幾中法啦。跟住牧主已經要死誒，還有法度做了就是。咁冇我做乜㗎？老實講，當時嘅心情活做較複雜喎。係，其實我就見面講一家像冇用一樣像都卡式料一樣你聽想辦法請事情做啦。做較有效嘅生意咧，真冇幫阿爸阿妹知道講傾到一隻安尼生意咧。係啊，佢叫我出來咩當不容易咩？萬一這個又失職嘅吧安尼我的父母親會很難過。經過7、8年嘅以後，你樣版型唔行出來。其實
当到原因非向行啊，怎有可能行出来啦？第一个原因是讲，我各种的形象吼，当我毕业当到原因后，佢忽然现场谈到我木祖无，因为佢提早退休，佢谈到我木祖无，佢最后我卡去四行茶了，遐办到公关一带爱啥呢？伊来到我身上就讲啊。伊讲文化行啊，不管迄白教也好，也口述的，也谈唔到。目前无咩唔怕，一定要读书。老师同讲，读书怎么改变人嘅人生？那也系做咩？还好爱立志爱做形象，咩？俺老师有样样都爱。嗰種經過先生嘅鼓勵以後，唔將立志行出來。你冇人夾，冇人夾，係啊！你要有一些頓悟啦，有一些係啊。咁後來嗬，唔係個頓悟係以前發生嘅，用嚟去頓悟嗬。咁後來啊嗬，經過幾番嘅糾纏以後，爭現出嚟嘅。老師來，我記得老師嚟教係我19歲。一次都我出來，當醫生係當行，醫生個當行出來。佢要行一套時間。係，因為嗰陣時老師安尼講過係啊，我先拄方就安尼種子都拄方啊，慢慢地會發芽出來。就講一天要立志。係啊，但是冇人同我講樣會做啊。係啊，有一年我真喜歡，目前冇人真喜歡糖垃圾油誒。因為你就糖到。有台節目嘅，談到有訪問嘅夢人上天師，上嘅天師台個推廣嘅導盲犬。我當提講特別要學按摩，看唔到人做學技術、學天腦、學點師，安尼人生怎麼改變？我怎安尼行出來？家下就20歲了嗬。係差唔多，20歲過嘅，係啊。你行出來成讀書也係成做。先學數語，然後學嘅數語做點字，指導按摩，係啊，按摩，講日文，也三種嘅優先。佢當時唔有冇想到我學日文，因為我哋嘅資訊嗬，其實咧特別就講學按摩嗬，日本嘅人學青島，嗰個專門課程要學日文。就佢一下。世界踢球村咩嗬，就講大家講下，以為鬼球呢就係專門來台灣，來醫療啊，要按摩啊，乜嘅東西。日本人來台灣簽合本喺度傾。OK，唔好查嗬，佢人哋個技術好啦，技術好嗬。藝上一請教就講嗬，唔學叻到嘅，後來唔讀書啊。你留一般嘅學生咧，中下讀也讀鐵教班。我做因為嗰種畢業半年爭去學按摩嘛，嗰個學嘅按摩嘅時間就順勢學到蒙人嘅點字。嗰時候我當地講，原來還可以讀書。我爭去考嘅台北啟明學校，爭去同幾群嘅看唔到研究。學生叫他讀書，叫他讀書，讀3年以後啊，終於考到中華師範大學。佢唔係個求學嘅過程，也冇咁簡單咯，嗬。冇咁簡單就一樣。真正冇咁簡單咯。佢醫生冇4點鐘了。按酷啊。係啊。佢唔讀呢嘅我諗話嘅嘢前面嚇，特別嘅前面學校嘅時間啦，嗬。唔就讀高中啊，因為當時國中畢業嘅嚇，讀高中。佢兩時讀書，學校就點字，個教按到乜嘅東西啦，特殊嘅技能啦。到學校其實就還是以學科為主啦，因為我記得固定係就叫網上讀書嘅，唔太好得。但是係就係你要學嗰啲東西，合唱。從國外好像迄消防其中啊學長從國外出品，像樂團都像係盤太喇叭嗰個大鼓嘅啊，按摩柔道，但呢度方啦，福州菜咩要因為台灣之音調頻廣播電台 FM 97.1，你係進行嘅節目《台灣風雲》。今半夜，俺一個來賓，俺一個風雲人物，
佢喺師宗鐵教老師，就師宗呢就係講木族啊，比較較弱勢，甚至於有到會完全看唔到啊。佢師宗鐵教老師嚇，你看像大家呢，慢慢呢來談呢個文芳老師啊，來老大家來講，佢26歲啊，考入呢個國立中華師範大學嘅鐵教呢，呢個重土師宗，再加上呢個7、8年了睇7、8年，更年較大了哈。係啊。唔講嘅讀書非常嘅苦，因為所以4點鐘，差唔多，因為所以4點鐘，嗰種2餐時間啦，唔樣嘅捱過去。哦，做隻老太家嚟講，當時嘅時期，人嘅心境啊，唔樣辦可以捱過。哦。其實這係客家人啱講精神咧，真見客家人啱講精神。伊其實就係愛經商啦，愛不卡都卡了得按度時間咧，咁樣誒，真可以腳工人。攞去補轉啦，係啊，經商案咧，伊失去的很想要再把它抓回來。有嗰個按當然冇讀書嘅咁多東西。冇辦法聽到學同學嘛，所以用時間來補多轉來啊。嗰個愛爭學點字嚇，名唔記，圖唔記。嘛頭爭依家嘛先生先來講，一條哪都想上古嘅樣嘅，佢喺愛多轉學按摩組冇讀書嘅。但是我做講，就跟老師講啊，我邊本可能啊，你有可能，我做來讀書嘅，愛咩嚟學按摩嘅？迄學按摩我做學波嘅啊，我是來眼鴉片。佢確實當時人嘅堅強嘅毅力啦嚇，真是使人感佩嚇。我就所有嘅聽眾朋友來介紹一下嚇。李文芳老師佢讀呢個台北啟明高中嘅時間，這個課業係頭前第一嘅嚇，這個課業頭前第一嘅。韓國佢參加嘅社團，服務嘅社團，家下唔講主席啦，唔參加擔任呢個30委員會嘅主席，我想教呢個文芳老師，人家冇重要事，你要擔加30啊，呢個何時談啦？30委員會嘅主席，讓我做到啊！其實啲係我哋好夠傳統啦，其實我本來就。冇做咁多學生，學士個黑白出沙片去讀啲，嗰期唱一陣時，我哋要帶宿舍嘅我哋示範佢全教嘅啦，同學示範種菜啦，所以我哋開大家禮拜開菜單，開出啦，我哋可以上什麼嘅菜可以搭配，弄出嚟以後，我將份老師看過，我哋送一份。嘅採買嘅人啊，要專門做菜採買採購嘅，佢買咗嚟以後，我哋可以攞佢驗數，其實我哋工作主要係開菜單同驗數啦，做咩我哋做，做咩我哋做，我哋做開菜單驗數嘅。我係今後做愛組織一個服務團隊，因為我哋同學弟學長同學妹同讀。完全看唔到啊！我記得老師班我記得做炒蛋，我就可以服務記得，然後餐盤大菜仲做好勢就比賽，也係輪流嘅啦。主席還有做係組織安尼團隊服務記得。好，韓國唔係地聯會嘅主席。佢先到冇辦法。其實像安陽嘅服務。唔做乜嘅當時唔會參加，人嘅年紀有比佢嘅較大。其實我老實講啊，20一開始學按摩開始我就心態上邊冇同樣，我當上服務員，因為我依度從我依學按摩家，全班27歲有20歲完全看唔到嘅。我依個按你。我所以你冇做行當好，硬可以聽書記掉，咁做同老師去。嗰時候從幾時開始，呢多心臟嘅變開始我嘅人生的心，對他人生的
态度就冇重要。哦，就改变。对，我是一直想要服务人群，想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哈。而且我们这样子还可以还有其他可以服务人哈，可以本人奉献本人，反正就按你服务感觉同好就差袂啦。结果当时你就想，你去讲目前两个私立的还有几多啊？也就讲0.01呗。0.01就跟你就看那个东西就模0.01就某一分梦。某一分梦，0.1当一分梦。哦，当时你就想讲，爱还比佢哋较人，还比佢哋较人，你切都做到能夠來服務人群。錯啊，像係喺國口上嘛，就特別老爺講，幸福係比較出來嘅。哦，你留喺冇比人較差異比較吼，人就當幸福。你保持安尼心態。意思就講，目前你滿足唔切㗎。目前所擁有嘅，有人變較差。對啊。哦，佢唔知㗎，就我感覺唔上嘅上進咯。哦。我們不斷的往上爬，才有不同的位置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哦，冇錯啦嚇。佢副講能力較好人就服務較太強嘅人。哦。特別講三民主義好多。我其實我同三民主義。我很些時間就有讀過，能力較好人服務較太強嘅人咪嚇。能力較冇人係服務較細強嘅人。我有幾多嘅能力，我就服務幾多嘅人。我就咁想法。哦，人家咁樣想法，你真好三民主義嘅信徒。你係題外話啦，你係講來詮釋嘅黨好。那我硬想啊，唔絕對當我唱過嘅，唔做合唱團嘅團長。怪樂團嘅副團長，係我唔絕對當我跳舞。我做舞蹈社，做舞蹈課啊，還有熱舞社社長啊，全教嘅模範生咧，你唔去講下啦，你做乜嘢參加合唱團？其實一開始㗎嚇，因為學校講，依就同學先生先兩隻沙團。兩隻沙團嚇。我就想係唱歌，客家人應該唱歌，唱山歌做得咪嚇？廿三一號，那個做歌演員，大家都冇反好做。不是我唔敢唱歌。嗰個就像樂團嚇，我是冇馬上意啦，本來就學嘅中國笛啊，中國笛啊，本來學嘅小學家就學嘅。我就想老師你本來一樣就吹西樂長笛咧，先生講總唔得，難太閒，因為較老咩，我同學做韓從細啊，用唔得難嘅得太極嘅20公斤啊，嗰時候能分太喇叭啊，貝斯啊。你睇安陽參加咧國樂團咧，佢熱舞社有買錢啦。熱舞社真係係上愛做嘅。因為學校盲社有人創熱舞社。你去甲想出來。因為上課那種維持安尼身材好體力啦，運動啊。嗰個我有得線上體育線上，其實對啊方面有興趣咪。我看創啥我就很記得嘅同學叫下來，就可以練安尼以後啊。佢全校模範生。先到，就係唔係比較有服務態㗎？係啊，但是喺高中1年生喺些人聽些唔多。因為爭落依家嚇，忙要做案咯。冇做落嚟，嗰個讀書同我聽唔到嘅。到高中1年生家爭標提名都邊呀？後來居上。佢做三忙啊？同學。逐節課都了解就讀書啊！有頭挨2點人睡冇，記得9點人睡冇嘅啦。佢當日安尼，我去找過嘅啦。得到台北市長獎嘅市長係乜嘢？馬英九嚇，加下啦嚇。韓國呢，太學讀狀化時態嘅鐵教呢，全呢天然嘅成績點樣？你係飛唔出嚟你一點唔得講啊！狀化太學嘅讀書嘅情況。
其实按嚟講係，我嘅一家吼，總係一張木組好唔多啊，吼，仲有真上面咩？哦，哦，個其他，中華太好嘅對吧？係，唔係中華四中嘅哦，全高同學中華，一家吼，我嘅家組一眼三塊唔多，嗰一隻數肢體障礙，我趁身心障礙學生能用啥能力？嗰種啊，我靠天醫養病呀吼，障礙較難得出現嘅。哦，係。你平常稍較努力一些哈，較變得天醫養應該好。哦，較罕得到個，那麼個生命力戰講哈，嘅尿嘅情況。因樣個，可能係佢學校辦本來啦。係啊，學校辦本來。因為以前我做過咁多年哈，讀書4年，但大學期就可以前3名。這個成就唔係很簡單。唔係簡單。碩士班有讀台南大學嘅特教系哈，最高呢哈，修課期間從頭第一名，跟住聰明嘅第一名。其實我講係咩真聰明嘅學人啊，啊所以講咧，三盲得來，三盲係三盲得來。你係一條係樣嘅呀，係因為從事於媒體工作哦，係做新聞記者出身哈啊。我看到也寫過一道我類似文化老師那個故事啊哈，特別我寫一道類似那個報道哈，要鼓勵大家啦哈，希望講像文化老師我見過一啲就訪問，我相信當到聽眾朋友聽過以後啊，基本當感動，家嘅目族弱勢具有基本一樣嘅成就。其實就有人本身，然後同樣嘅人，的確係沒有發奮圖強嘅。其實亞拉斯中嘅朋友也很多嘅，特別係讀書噶哈，某天我們個輔具啊的，一天用墨點字嘅，也有用糖嘅啦，又有天羅輔具啊的，又有擴視機，加東風天，厲害，加好少加東很多。聽到沒有？你遇到任何嘅困難啊，哈，人嘅心啊，還要保持非常嘅穩定。像文化老師，家嘅目族弱勢，佢啲台南讀書嘅時間呢，佢啲中華師範大學讀書嘅時間啦，就人嘅目族弱勢啲你咪哈。要是但是看唔到事啊，看唔到事啊，當然唔散盲啊，唔來答題啦，所以講啊，勤能補拙，勤能補拙哈，呢4個字啊，聽眾朋友，切都要記起來，無論你讀書唔做事，一邊做唔好，做10邊本嘅，切對會做病人較好。也就根本嘅文化老師，佢已經做出嚟把人家就大家看嘅哈。再來，人嘅體分工作，不如講，人體分工作，哪份工作？哪份工作？體教老師啊。其實我95年加體驗先靠到苗栗特殊教育學校都推理。我體驗畢業，但是我倒數第2名才考上，其實沙畢業當天色咧，因為對中華仔多少還能有刻板印象。記得認真講明我講，我娘做安尼冇，我因為我教書咯，有安尼想啊，甲常常有人來競爭嘅時間，我即話冇用較好嘅木做，我用娘木做冇。所以其實過96年間，我有只考來到，我只本來考到嘅。跟住當時96年就苗栗縣嘅巡迴教師，今年章73本來考到，就唔出來考到。跟96年就等於講出來工作了，真是出來工作。出來工作出來工作哈，都經19年啦哈，行遍台灣各縣市，倆我請到文化老師，樣嘅做到啊。
其实我本单的工作哈，本身工作都没有立院行失败乡镇的，好，那早那选会老师呢？选会，主要讲我可以投到全台湾都这哈。啊，就不用了的时间，也不用不要半夜，人家都卡了解，我就接教育部的讲，对吧？因为他的演示可能模拟天数高，模拟天数高，你就去，好，就去天数，尤其迄沙比总统声明呢，佢模型然后搞模安尼人才，佢是讲年安东年前啊，安东年会搞，我有安尼专长，同佢嘅搞到高雄，件事就一个咧。了解视频啊，听众朋友，你唐文峰老师讲了哈，你时间呢，差不多，你稍可停几分钟啊，但系呢，继续留大家呢来为文峰老师点样版型能够得到基本嘅成就。采听新闻，采听文化，最专业嘅行业广播频道，台湾之音 FM 97.1，老唔匆匆，美好嘅未来。想知道最流行、最多元的生活资讯，别错过广告时间喽！我是蔡琳。我家宝贝好挑食啊，怎么办？配方不理在，用大汉军的台湾老酱油就对了。酿造黑豆，味道鲜甜，始终如一。食指大动的料理端上桌，保证每天吃光光。改的苏米爱，好吃哦！真好吃，每天都要吃妈妈煮的饭。健康、安心、纯粹的好味道。台湾老酱油1瓶250块，订购专线037-667-971。我要點咧，我頭日日好心情了。我每堂咧，禮拜一到禮拜六早晨條9點到10點，我先學堂報每嘅日日好心情，讓大家打嘴鼓，還有分享青島清新嘅話題，甜食喲。請喜歡談到報妹甜甜嘅小生，我一同報妹可以點過咧，日日來去正式書堂哦。以上廣告由傳媒反映客家公共傳播經費補助播出。Oh, my dear friend， 親愛的聽眾朋友，係咪感覺生活工作非常的甜嘞呢？唔是嘅，冇想過，用愛音樂24點鐘呢，來讓你上台。我是謝偉，我係蔡依薇。了解台灣之音調頻廣播電台 FM 97.1，你係進行嘅節目係每個禮拜四暗晡頭8點到9點播出嘅台灣風雲。今本日一個來賓，一個風雲人物，佢係師長鐵教老師李文峰老師，呢個節目台灣風雲第944次嘅播出。咁文峰老師啊，來呢邊講。佢講佢喺呢個工作體分嘅1996年就6次每年嘅順序教師鐵教師啦，就是順序嘅鐵教師。利用他嘅飲料唔就出外去教書，你講啊，你見過好嘛？你見過？其實我每站單槍96年當開始教。蒙面的天咯啦，我從太空醫院成個91年開始，我就開始搞嘅，我就有安尼興趣，因為嗰時候台灣的盲用電腦正開始發展，我就替病搞出本地搞出來的學生，等於是種子教師啊，有安尼責任的義務哈，要讓全台灣的看到你哈。要科技要跟上時代，盲人嘅天使用嘅天咯嚇，天冇重要嚇，冇重要嚇，佢冇重要，會難考冇，迄個只一般呢個視障朋友啦嚇，會難考冇。
其实都有动机了，學嘅話應該唔係咁輕難。哦。但是老一般你用滑鼠來傾吼，冇用呀，係得完全用鍵盤那個操作嘅。哦，成學點時間會學點？也唔是咧，也如果一般的鍵盤咯，一張鍵盤都可以了。哦。108鍵盤啊，你係要咩？你哋對嗬，你哋廣播冇法度，要畫面本太個看啦嗬。佢按用起順序全成個演示嘅嗬，睇用人嘅資訊係來教育部。教育部佢委託嘅淡江大學嗰邊判理嘅，因為對佢我係叫做訓練出體表嘅現象啊，嗰個叫做。迄有 case 哦，叫做派挨到伊，尤其挨搞到迄個挨資深誒吼，挨平常嘛我有講，挨都較簡單誒 case 就不，較直接誒你講，挨都即係較困難搞，較像動路誒，冇種動跳上迄種，你較冇搞，我就可以以為他。因為視障朋友他執着誒，你冇搞，有困難搞得上。當然啦，人嘅智慧哈，聰明程度我冇乜嘅重要嘅哈。有人剛才講嘅潛能捕捉啊，啲技法絕對用得啦。有人冇咁聰明，有人看那個好一邊，佢就會咧；有人書讀得好，佢高，佢就行好唔得喎。因為哪個特質，因為我本身因為特教老師，特教是行實習，我有安尼耐心啊。因為有的人係，有的老師係，目前可能都佢訓練出來，佢做盲電腦形式，佢教家佢會冇耐心，冇教育學程，冇耐心啦，嗰個佢會鼓勵學生，像有的人，有的中途生命呢，還是學家，佢會有挫折。佢講老師你啱我又學唔可以啊，我都鼓勵佢啊，講咩唔愛，睇人變看得難得咩要，那有信心，我會更鼓勵佢嚇。個雖然係搞出好曬，千樣東啊，但是是好多啦，係嘛？從現在我強調，孔夫子講有教無類嘅，有教無類。從哪樣？你去教啲大學生，你用辦做到有教無類，他講我講，你用辦去做到真正嘅有教無類，你做先生人嘅經驗嚟講，你風險啲下當到真出嚟做先生嘅，我用嚟做，真係叫真正講有教無類。做一隻先生本來就應該做嘅，假使佢做唔到嘅話，你唔講應該嘅夾推的，我們人來做，不是的，有教無類是應該的，因為我們要，尤其是按特教先生哈，應該要看個案哈，要個別化教學，特質人嘅情況好重要。佢按喺長度冇用方法一教，因為冇做冇錯按嚟講。跟住你下我要講嘅題外話，真多哦！你個醫生啊，醫生咩講視病如親啊，講看病人像自家嘅親人啊，但係唔到醫院講去嘅，發現有幾多隻視病如親啊，全部面白白嘅先生。卡嘅先生，卡頭嘅醫生啊，唔講係冇，係啊，所以講嗌就講唔做乜嘅能叫中文嗰陣，有教無類，看難搞啊，唔去搞。其實係講同理心同重要，重心必行嚇。尤其從真個先係講，因為我係藥師呢，我一開始搞到完全可能全網嘅朋友㗎。佢已經操作過佢講，老師你做乜按你操作用冇重要冇操作唔做出來。我所以我就點樣用我提過嚟搞其實按你搞，佢用學唔嘛。我所以我老木做等等啊，這個呢，然後把我自己想象是跟他一樣，操作教一次，我就知道我張提講也難嘛。這是將心比心嘅。人家想講佢就假使。有朋友喺實敷衍嘅看唔到，咁當然佢本來看到嘅時間長敷衍嘅阿拉容易講係談數嚟命，
当然在适应上，啲叫慢啊，那个安尼耐心等，冇咁急去啊。哦，他们两个讲易容易的事情哈，这才会做到啊。真正要服，那个模服啊，你就对于平常的东西，要不然平常，讲咩喊口号大家。很容易啊，喊口号講做乜嘅啊，通常嚟講乜同道一面，要幾個方面之間同道一面，喊口號一個啊，但是那真正嚟做到哦，要有實踐的精神哦，兩英難哦，兩繼續強靠那個我們老師啊，韓國講件事，你有讀到乜嘅困難？其實對於一張主框多年來一教書哈，我照上照下就這就是行通上面係個真太困難。我你通下嘛？一開始教會啦，因為聽下不用聽書啦，但慢慢嚟，沒辦法一起搞脱離咩？現在啊，做課程，小孩也前2年，但是比一旁不高啊。做啥？做畢業，他們去講牙醫啊。其實啊，都很多人做下過，做很悶啊，唔識講路咯。人家幾番就按人客家做法，按人客家人講陸地做嗬，陸地做嗬，客家人講啊，所以講嗬，你悶啦，唔地路悶，都多冇講見識啦。就讀到困難就講，我去到目的地比較困難的。對，要搞公面啊，但是你的會事先規劃。你像我們香港要遇到高雄，那樣嘅抽查樣，那樣嘅接合順利，那先上好啦，策略，沒講後來就不隨意了，沒可能。重要事情做事先規劃。讓百姓會想到我的推廣那個視障者使用的盲用電腦，因為哈，假使迄看唔到嘅人哈，你迄無福天路吧，人條路吼，青島都按摩你，做什麼樣呢？你沒有辦法突破你現在古時候以來的那個盲人的那個職業的困境。但是你福天路以後可以做公務員，可以做警察，可以接天巴做接線生總機哈，人條路出邊較。就開發嚟像安樣嘅情況哈，你還充滿你又反而上進一步去讀博士班，等於講冇讀博士班，人家成就就安排嚟哈，做乜嘅又反去讀博士班？其實老實講冇辦法成就啦，其實你就講講排泄，你自己人查你懂。但是我喺印象啊，因為雖然講台灣東進步誒，但是還沒動到觀念上啊，某種推廣無障礙啦，某種社會政策上還是有一些有一些瑕疵的地方。假使我係有較好誒，假使講博士班讀出來了哈，那講法沒有較有影響啊，可以聽數較多人啦，就像這樣講嘅，力量較大啦。人嘅私人哈，你就想講，你講到嘅三民主義啊，能力較大嘅啊，那博士班讀出來嘅啊，能力較大，能力較大，那服務較多人哈，你想擔任全國性嘅社團嘅領導人哈，要按樣嘅雄心上來做，唔做乜嘅會上啲。因為佢總有人會做啦，佢個目標之一嘛。因為按當年從96年的中南苗栗成立苗栗視障協會都要哈，因為參與各個縣，當到社福團體就有參與啊。你知道視障嘅團體啊，當到但是頭擺呢流失下來啦，因為所以來開闢出，我說拿來用啊，唔係真係讓
天数弄给到了其他四种朋友，包括金啊、福树米啊，咩呢？我想要改变全台湾的其他沙团中啊，可以像还没有利用啊，达到烟丝珠像还没有利用啊，加可能四种朋友，全台湾四种朋友，老朋友佢得教同樣嘅。能夠人嘅信念就要改變，是以前。多年流行來嘅陋習啦，對，那個陋習，佢做老實講，特別嘅沙團咧，而家是喺個改變模式一傳翻來嚇，就是裡面比較少就唔唱講改變，呢種啊，係做專業特別係做小面記得時係做專業講應該改嘅。個沙團就裡面豐富嘅，前面要識嘅一條沙團嘅私人嘅 CC， 安樣有冇做得？錯啊，你冇咁做啊，個米金是自家不得，跟人做有冇做得？跟做唔做唔做得？要唱真當樣同樣，唔好查。其實佢有一點唱人家講，大家反骨樣啊，將反對同樣啊。特別係台灣自然調頻廣播電台 FM97.1，也經常節目台灣風雲。基本上呢個裏邊呢個風雲人物啦，佢非常非常嘅貼切，佢係春秋鐵國嘅始祖鐵教老師，很多李文歡老師啊，李文歡老師係美麗史嘅南方人哈，南方人哈，啲美麗史係16年，係20年前。嘅等於講36年前辦到美麗，係16年有係本身條婚姻，本身條婚姻哈。跟上喺富陀各地嘅時裝團體啊，正常化嘅原則下嚟講，嗱呢個嘅沙團嗬，工業團體也好，乜嘅團體也好，正常嘅來原則，要先善喎。先從美麗開始啊！先從本身入頭，係啊，做中流砥柱先從設計做本大家講，係啊，一旦做係難信念唔怕，慢慢嚟，樣樣一啥算一啥。老實講，很多煙絲好像比較種花啦，台南啦，都幫係樣多，花蓮都幫係樣多。我注意點，真慢慢嚟，你市場都話嚟過來，那你都樣種，都唔使錢咯。佢是偏動組合呀，是開場，佢哋就係一單三種調樣。你係講香港100年啦，成法嘅經驗冇相同。木竹係可能到使用天羅。唔可以問問題啊！係嘅100年嘅將嘅使用嘅天羅應該冇乜問題嚇。但係對於木竹比較近藥師，像文化老師近藥師嘅嚇，韓國咧有人唱講唔到，一樣辦嚟克服嘅突出嘅一個問題。文化老師有天羅問題啊，其實天羅真不講夾啦。喺講15年前嘅話，真是同困難。也近15年來哈，興藥師嘅人也天羅放大軟體都好用。佢其實是沒太問題嘅，完全看唔到嘅，佢用語音。語音喺天羅仲係會講法。讓我操作佢講然後講電腦的文件他都會念給你聽。我也可以讓他報讀，念告訴我上面有哪些字都可以念得出來。你還有按鈕呢？有這個盲人使用電腦，盲人就是我們叫做盲用電腦。盲用電腦。你按鈕呢？嗰個學困難項目。唔會啦，中得咁困難嘢嗰個副工係知難行易去克服啦，要做才知道，要做才不要一直想他困難，你一直覺得困難，你要哭到他唔追，你就唔會做咯。世界冇乜容易嘅事情啊，絕對有困難啊！你睇下長榮應該嘅。我總話你講啊，因為以前啊，本來19歲嘅時。有到外面等喺台中啟明學校，講喺度嗰個遇到老先生啊，佢就同我講，啊，人哋看到安尼點字我唔愛哦，佢講我教書慣多年，
也甲经验嘛。那都顺啊，谈到我都谈那个，我啲老師講啊，我冇讀書嗰個我做時上嘅嘢係講笑，中午的老學生講口語，那是講口語吧？那不會吃可以講啲啊？忙講啊，你識好點子㗎？那一禮拜做好唔好？嗰時候我喺老師講口語吧，就可能真係好嘢。就唔是有按多年，也就是係是個親身的經驗嘛。做先生啊，鼓勵重於責罰，對，鼓勵哈。雖然我第一講確有困難，有冇鼓勵別嘅好？嗰樣係經驗就係講，你老講嘅自己嘅事情嘅時候哈，中午的老都講面前講，那老家爸講面來出來都。另外時間講，你都講面前係鼓勵公家的好的方面，對，他才會進步，這樣子才是對的。哦，聽到沒有啊？佢咩啊？真談到講一個有耐心嘛，哈，能夠真正做到有教無類嘅先生。尤其呢，那個師長嘅特教老師哈，呢非常嘅唔容易啦，你係來強調講，像我們老師，要嚟使用書記嘅，你書記哈，人講咧，佢一般人對目族學嘅人家。去到那地位哈，就一按錢，全部啲嘅地位沒書記，對。像人家咁樣，也都壓書記，因為壓智慧型手機哈，智慧型手機壓到聰明的天龍一樣誒。我哋今次嘅蘋果手機賈伯斯嘛，佢設計到好，佢完全無障礙，就 iPhone， 喺度人家叫佢講法，就 iPhone 你睇到人家叫佢講法，我摸到他這個，叫佢講法。你都一平常你在點書記嘅時間，人家都叫佢點入去嘛，我哋人家叫佢叫佢寫講，用點都叫做啦。我以為你到處講嘅。你係做蘋果手機，他家蘋果手機有那建築有嘅。過來的也很多年了，呢間政府沒有多推廣農民學書記嘅，就係以為係。跟像人家都傳來傳臉書樣嘛，中央啊，叫講出來，叫講啊，係度名話都傳送，點叫傳出去啊。其實書記啊，書記比天龍高好。已經名到咗係乜嘢？書記就以我語言本，但是沒全部書記對吧？鄰國咁樣，就在鄰國啦，應該都講 iPhone 因為嗰啲牌子嘅神獸嘛，冇咗啲牌子嘅嚇。佢到喺界面上都是會講一系列唔同樣，嗰啲基本有安尼語音，但是冇完整，安尼搞個下，可能會遇到障礙，但是鄰國就唔會啦。佢從目族嘅有地位問題嘅人哈，有乜嘅工具可以協助佢哋讀書嘅？佢點講？點詩啦，還有那個擴視機啦，文字電視。從還看得到的就是公用事的嘛，視力。還有擴視機，擴視機啊，就看中通電用的，但是也不用拆電子的，有裡面是電子的，因為電子的東西是可以用軟體啦，就不用查看，你只是可以不用照片的嘛。就看得到了，因為中通的，中通睇到就看得到。嗰個還有一種係OCR 辨識，所以你不用要多用幾位老文字掃描辨識，用央球傳的OCR 辨識，嗰個再用天龍啦，佢完全看唔到嘅人，所以用名啊，就天龍上面是會有一張顯示器，那個叫做點字觸摸顯示器，它可以把上面的資訊吐出來不明，吐出點字不明。你睇呢？因為時間呢，我哋分夾，從冇嘅。你有就冇你比較咁敏感。政府
對視障朋友受到極大嘅唔拉嘅素材，按樣板來營造出對視障朋友友善嘅環境，有乜嘅建議？目前政府都有。係當敏感嘅，老實講哈，很多人都推廣很多年啦哈，喺呢度地方係冇1000好嘅啦，唔怕，講一講啊，譬如講騎樓嚟講。你講騎樓整片，你老師你自家一行哈，你那搭騎樓真係平。哦，騎樓哈，鬆鬆下下樣啊，唔係講人冇做卡冇呀，你輪椅也一樣樣路啦。哦，跟有啲政府人都坐個噴霧座，我要裝，要裝，乜睇？總之嚟講，叫做10公尺啊，叫做8公尺咁騎樓啊，講喺最近嘅真資料。個人講。路方面，我就需要行路，我打手杖、拐杖啊，外國人一行路。沿路的人行道都標5百。哦，我做嘅鋪嘅導盲磚哈，用鋪到嘅人數嘅前面咧，去衝數嘅，呢度困難啲咯。嗰個係按當年視障協會建議推動，我們苗栗哈，一根有聲號誌都沒有。哦，人家高峰率，特別高峰率燈，高哈，嗰啲那個有綠燈，有燈咧，喺度高強紅燈噶，喺度睇唔到啊，你嗰啲那個紅綠燈唔點樣？係啊，跟人家嗰個有綠燈喺度會行。苗栗記住我，嗰種嘅唔是建議嘛？是建議啊，呢個苗栗冇。冇錢，佢嚟香港，佢台冇錢，徹底100%錢，啱保證，你係記得借口。我而家你現在你知道佢送借幫嘛哈？佢係咪繼續推動啦？現在你知道網書店，他會繼續再推動。這個。雖然不是我還知道唔種記記嘅，那表示苗栗有進步嘅向前啦。哦，那你記住我啊，記住哈。各位聽眾朋友哈，香港呢，各位大家演員、民意代表，香港行政機關嘅地方首長，你也有聽到冇？文芳老師講，苗栗縣啊，嘅。綠燈、老紅燈啊，長紅燈啊，我講每一期講有聲號誌，每一期有聲號誌都見，每一期有聲號誌。苗栗縣嘅視障朋友睇咗會有幾多？1300人1300人，一1300人就要出門啦。紅綠燈全部一期有聲號誌哦，苗栗縣從嚴重開始都。兩個民意代表，地方機關首長，人家都地下唔地，都在喺地，人家都哪年都冇看到，一係唔到夢想去做，點，今日捱得到，其實青色條款足難苗栗市也相當嚴重哈，我寫年輕多，視障朋友但是集中在這，風綠燈又多，聽眾朋友，今日訪問那個文芳老師哈，我本身我得到一道唔啲聽眾朋友樣板嘅，今日非常多謝文芳老師，我希望文芳老師繼續努力，為一啲視障朋友哈來發聲。謝謝。安子生，唔係，今日呢非常多謝哈文芳老師，我也希望所有聽眾朋友，聽到我今日嘅節目。大家呢共同來向文芳老師來學習，非常多謝，非常多謝。安子生大家。